都下去吧。是。娘娘，苏公公，怎么样？那个刺客嘴真硬，怎么打怎么用刑，一个字儿都不肯漏。奴才怕这样耽搁下去，皇上没了耐性，到时候再维持原判，那就真的没救了。他一个字都不肯说。那这事儿就难办了。按常理说，这帮人在宁古塔一定受到了非人的待遇，才会想方设法来刺杀皇上，报仇雪恨。既然如此，那这帮人最恨的应该不是皇上，而是札将军才对。苏公公，这个犯人关在哪？在内务府。娘娘，你也知道，刺杀这种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很容易被外人诟病皇上的德行，所以不好送到刑部。太好了，苏公公，本宫要去会一会这个犯人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本宫既然要见他，就一定有办法。你就是想杀皇上的刺客，你为什么不招供呢？说不定你把冤情说出来，还可以沉冤得雪呢。哼，我从来不跟满清走狗说话。你放心，本宫不是来逼你招供的，本宫是来让你见一个人。带进来。你认识他对吗？狗贼！你想杀了他是不是？好，只要你把宁古塔发生的一切都一五一十的写出来，本宫就把他交给你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。你觉得这个交易怎么样？本宫知道你不信任皇上，也不信任朝廷。可是你要是把实情写出来呢？如果朝廷肯为你做主，那当然最好了。如果做不了主，你最多也就和现在一样，还可以手刃仇人，有何不可？拿纸笔。是。你好好想想吧。娘娘这招真是高明。倘若真的像娘娘分析的那样，奴才相信她一定会招供的。只要他能供出宁古塔那些犯人遭受虐待并且逃出来的这件事，那皇上就会掂量掂量王爷的事儿，到底谁真谁假。到时候，就算是不能完全洗刷罪名，最起码不会是死罪。可是我担心皇上对娘娘结下的心结。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本宫自己会想办法的。
什么？你虐待囚犯，你竟然还杀了人！姐，你别生气，你先听我说。我在军中立了功，可是皇上却把我放置在宁古塔那种地方，我实在是气不过。就是气不过，你也不能杀人呐，更不能诬陷果亲王。姐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他们现在已经掌握证据了，你得救我，救救我呀！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更何况我是皇后，本宫就更不能知法犯法了。姐，咱们家祖上3代单传，就我一个儿子，难道你忍心看我去死吗？我死不要紧，你让阿玛额娘怎么办？额娘还生着病呢，难道你忍心看她承受丧子之痛吗？我也不想这样啊，可是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自己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儿，你说有谁能帮得了你啊？姐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我发誓，如果能逃过此劫，以后绝对不会再犯。我发誓。我真不知道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了，我竟然摊上你这么一个弟弟。你去找皇上当面认罪，我尽量保你一命。姐，这可是死罪。我们家祖上3代都立过战功，先帝曾经赐给我们一面免死金牌，只要出示这面免死金牌，任何人都可以免于死罪。这可不行，姐，不能用免死金牌。为什么？一旦用了免死金牌，就会被贬为庶民。我个人的生死荣辱事小，你让整个家族怎么办？他们在外人面前还怎么抬得起头来？还有阿玛，她可是立了一辈子军功啊，忽然之间一下子什么都不是了，你让她情何以堪？姐，你要想想别的办法，想想别的办法呀！现在这事儿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我听说，那个关押在内务府的囚犯已经开始动摇了，今天还连续吃了2顿饭，下午还跟他们要了笔墨纸砚。如果他把东西写成了，那我可就在劫难逃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东西现在还没有落到皇上手上。是。好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不过你给我记住了，往后再发生这种事儿，你就是被大卸8块，也不要再来找本宫。你记住了吗？是。出去吧。多谢皇姐。果亲王福晋，你知道本宫为什么叫你来吗？请娘娘示下。本宫入主这坤宁宫已经快3年了。这3年来，本宫是天天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生怕哪件事情做错了。因为本宫是希望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好好的，每一个人都高高兴兴的。可是我现在发现，不可能，你不可能做到这样。我给你看样东西。那年，我阿玛非得要我入宫，给皇上续弦。我幼年时候是读过一些书的，因此知道后宫的冷清，便誓死不从。可是没想到，阿玛居然拿着白绫，带着全家跪在本宫面前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那荣耀不是我一个人的，痛苦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而是我们整个家族的。你也知道，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最近惹出了一些事端来，还牵扯到你们家果亲王，
他做出这种事情来，我真是又气又恨的。我恨不得把他……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事不光关系到本宫一个人，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家族。所以本宫只好厚着脸皮来求你了。皇后娘娘的意思，臣妾明白。可是这关系到王爷的性命，家家实在不能从命。你放心，王爷他不会有事儿的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绝对不行。王爷的脾气我清楚，倘若让他蒙受不白之冤，那还不如杀了他。娘娘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求求你，不要这样逼我。本宫也是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我们家族，它也关系到你们家族的荣辱。来，你知道果亲王其实是不适合待在宫里的。倘若让这件事情闹得风风雨雨的，那对他是非常不利的。且先不说我们家族怎么看的，皇上怎么处置的，就说他们两个兄弟之间这心结，就很难解开了吗？还有熹妃那事儿，你不是不知道吧？所以啊，这一道道一坎坎的，他能挺过去吗？与其如此，我觉得倒不如就借着这事儿离开皇城，图个安宁。不，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为了果亲王，本宫相信你能做到。而且你要想想，果亲王能一直这么幸运下去吗？他能一直化险为夷吗？有的时候爱一个人，不光是要讨他喜欢，让他活下去，才是真正的本事。可是我劝不了他。你不需要做什么，你只要把关在大牢里的那个囚犯放了，一切就都会化险为夷了。来，马上！哎呀，来，马上！哎，没了，没酒了，没了，拿酒去！来！哎，不错，这再倒上，马上！哎，来！哎呀妈呀！快点，赶紧！哎，你们。你是谁？快跟我走！小黑，娘娘的小黑犬是什么时候丢失的？哎呀，我这早上起来就觉得不对劲儿了。本宫的小黑呀，它身体不好，它是不可以乱吃东西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赶快帮我找到它。娘娘放心，一定帮您找到。大家听着，仔细去找。刺客！有刺客！上！哎，跑了，快抓住他！放开我！把他帽子给本宫摘了。我亲王福晋，你竟敢私放刺客，好大的胆子啊！为什么？娘娘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本宫只有这样才能保住17王爷的命。带走。
追！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呀，这冷宫里的娘娘真不好当，还不如青楼里的红姑娘。要想洗个澡，还得自己弄。哎呀！喂，你……嘘，姑娘，请不要出声，我不是坏人，有人在追我。你看不见啊？被人暗算了。这里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躲吗？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口井。带我过去。啊，小心啊！喂！喂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四处看看，这有没有看到刺客？没有，没有人来过这儿。这里怎么这么多水？啊，我想洗个冷水澡，可是那个桶太沉了，我刚才洒出来了。怎么，这有问题啊？这里报告崔统领，没有人。追！这。喂，喂，他们走了。你怎么样啊？喂，喂，哎呦，你小心点啊，小心。喂，哎，你没事吧？喂，喂，你醒醒啊！哎。大人，找到了吗？没有。皇宫这么大，找了一夜还没找到，这刺客到底往哪儿去了？大人，刚刚奴才好像看到玉河里冒了气泡，说不定已经掉下去淹死了呢。是啊是啊，这玉河这么深，又跟宫外相连，这2天水流那么急，说不定早就飘走了。这是你们说的，我可没说。大人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事情掩饰过去。万一那个刺客再次出现，这紫禁城的兵马都在大人的手里，偷偷的把他给处置了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吗？好，就这么说，撤！折，跟着。你的眼睛啊，被撒了石灰，洗干净之后，至少要10天才能完全恢复。这10天之内啊，你千万不要多走动，更不要从这儿离开，不然你会连累到我的，知道吗？我只是个刺客，姑娘为何要救我？可能是种感觉吧。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觉得你不像个坏人。你冒死进宫来行刺，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吧？若不是有莫大的冤屈，我也不会进宫行刺。我的老师吕留良，因为有不同的看法，曾经发表了一些对朝廷的看法，便招致满门抄斩，诛灭9族。我等有冤无处诉，后来又被押至宁古塔，又遭到扎兰泰的虐待，我的族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这都是狗皇帝的错。哎，你别动气啊，对你的伤不好的。我身负血海深仇，却没能力报，我恨我自己。哎呀，姑娘，没伤到你吧？啊？没有没有，不关你的事。都怪那群宫女太监，什么都不帮我做，
我每天都要拎水，还要洗衣服，还要打扫整个院子，所以胳膊时不时的都会疼。姑娘，我是习武之人，多少也懂些推拿。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揉揉。嗯。说，你为什么要私访囚犯？是不是想替你丈夫掩饰什么？回皇上的话，皇上，这事儿真的不关果亲王福晋的事儿。皇上要怪，就怪臣妾吧。皇后，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皇上，这件事儿没有皇上想象的那么严重。慎郡王的确是误入禁地，按照大清律令当斩，但是他也是为了能做出一番事业呀，所以其情可悯。可是不巧的是，他偏偏碰上了本宫那个头脑愚目的弟弟，非要按照大清律令去处置他。那果亲王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了，因为那是他的亲弟弟呀，所以就动起手来，才把事情闹得这么大。臣妾也觉得这些人都有责任，可是他们都有值得原谅的地方，所以臣妾希望皇上能给他们一次机会。你这么说，似乎置国法于儿戏。没有，臣妾不是这个意思。臣妾只是觉得果亲王福晋，他也是为了救夫心切，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。所以，臣妾希望把家父的那面免死金牌送给果亲王，能免除他一死。起来，来。朕问的是佳佳，佳佳，你说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回皇上的话，确实是王爷救弟弟太冲动了，妾身又怕把刺客这件事情牵扯出来，会连累到王爷，所以才想出了这蠢法子，请皇上赐罪。说到底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朕在想，17弟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看来是朕识人不明。来人呐！奴才在。告诉李卫，果亲王一案维持原判。这……等等，这个拿去，要砍就让他砍在这个上面。这……你呀，真是天性悲悯，这样下去，早晚会把这些人惯坏的。免死金牌只有一块，要灌，也只灌他们这一回。况且这次，臣妾真的不是为他们开脱，臣妾只是不希望看到皇上，不希望看到皇上难过。好。王爷，王爷，你听我说，王爷，为什么要害我？明明不是我做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希望你活着，好好的活着。我本来就应该好好活着，现在被你这么一闹，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呢。王爷，你别叫我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佳佳，别人怎么说我都无所谓，就你不行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比杀了我还痛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我也没有法子。皇后娘娘威胁我说，倘若你沉冤得雪，就会成为他们一族的敌人。正义和邪恶本来就是势不两立的。娘娘还说，皇上对你有芥蒂，无论你怎么做，皇上都可以挑出毛病来。我问心无愧，谁挑我的毛病都不怕。他还说，你和熹妃娘娘的事，
这才是重点吧？你不希望我跟熹妃见面，所以你就伙同外人，一起设计来陷害我。是，他有免死金牌，可以让我活下来，但是我的名声全毁了。所有人都认为我不是一个好人。你让我活得这么痛苦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。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大度的人，你可以容忍我的一切，原谅我过去的不成熟。但是我现在才知道，你也是个爱嫉妒的女人。你所有冠冕堂皇的包容，是因为你把所有的怨恨都压在了心底。你容不下我，容不下他，容不下我跟他在一起。我看透你了，我真的看透你了。王爷，你比不上他，你永远都比不上。他把我的心占得满满的，你永远都进不去我的心，你永远都进不去。王爷，你不应该这么说福晋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那天你要行刑，他把炸药一圈一圈的绑在身上，我含泪劝他，可怎么都劝不住。他说他要跟你一起去，他不是嫉妒的人。二嬷也是过来人，知道感情的事，可一不可再。可是福晋他一直在努力，他希望得到你的认可，希望你们一家子都幸福。他今天这么做，一定是先从你的角度考虑，然后再想到他自己。你这么骂他，对他太不公平了。我知道，我的话是说的太重了。可是我这心里有气，我该朝哪儿发？我不能朝皇上发，因为皇上讲究的是正确；我也不能朝皇后发，因为她要救她的弟弟；我更不能朝19弟发，因为她已经吓坏了。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朝熹妃娘娘发。我只能朝她发。如果在最亲的人面前，我都不能够释放自己的话，我这日子该怎么过？可是你说的那些话，实在是太重了。福晋本来就心思重，我怕他很难过得去。这样吧，一会儿你抱着小哥哥去哄哄他。女人见了孩子，就什么都忘了。我知道了，二嬷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
白天我的话说的太重了，你别介意。怎么穿这么漂亮？要出门啊？对了，你不是跟我说想搬个地方住吗？我答应你了，咱们尽快搬，好吗？佳佳，哎，佳佳，佳佳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呐！快来人！佳佳，你怎么了？王爷，怎么了？你快瞧，佳佳怎么了？她不动了。王爷，福晋他服毒自杀了。不会的，不可能！佳佳，你别跟我开玩笑，我知道是我错了，我知道是我错了。咱们不是还要回盛京老家去住吗？怎么还没回去呢？你不能死，不能死，不会的！王爷，王爷，皇上，你看臣妾模仿皇上的字迹像不像？皇上，朕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，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果亲王的福晋没了。听说果亲王非常的伤心，朕就弄不明白了，一个害他名誉扫地，又从来未走进他心里的人，他怎么还会那么的伤心？他是在演给别人看呢，还是真的后悔？臣妾哪里知道？那你呢？你伤心吗？皇上的眼中充满疑问，他还是耿耿于怀。男人难道都是这样吗？这个问题无论我怎么回答都是错的。如果我说我伤心，皇上就会说果亲王伤心，我也跟着伤心。我心里有王爷。如果我说我不伤心，皇上又会说果亲王福晋死了，我暗中窃喜。男人总是想要在不断的试探中证明自己看人的能力，可是总是不经意的被别人看穿了心底的不自信。小正在问你话呢，你还没回答。人死了，都会有些惋惜。可是臣妾还要帮皇上处理这些奏折，实在没有时间去过问别人家的事儿。这佳佳也怪可怜的，不管怎么说，她都是为了17弟好啊。希望她在天之灵可以安息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吉祥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平身。你怎么来了？最近宫里发生的事比较多，所以臣妾想请熹妃去普宁寺烧个香。不知皇上意下如何？也好。果亲王的福晋刚刚去世，你们去点盏长明灯送过去，也算是朕的一番心意了。你们去吧。谢皇上。娘娘，好了，进去吧。果亲王的福晋已经去世了，本宫听说果亲王已经好几天都粒米未进了，所以本宫希望你去劝一劝果亲王。可是怎么，不放心啊？没事的，这周围啊都是本宫的亲信，皇上不会不相信的。再说了，本宫都亲自来陪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？谢谢皇后娘娘。
赶快去吧，你可得抓紧时间啊！一会儿我们还要去普宁寺烧香呢。你起来，你起来！把球给我。你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？佳佳在听治病，她能安心吗？你别跟我提佳佳，我不配提佳佳。我现在只配喝酒。你给我，给我，你给我，给我！你说的对，你根本配不上佳佳。佳佳对你那么好，你却自暴自弃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辜负她，你简直就不是人！你知道佳佳在这个世上最放心不下的是谁吗？是你和小格格。你已经对不起他了，你还要让他伤心吗？让他在天上看着你，看着你这样醉死，看着小格格没有人照顾，看着他一手扶持的这个王府，就这样慢慢的散掉吗？好，你喝，你喝呀！我不会再劝你，二嬷也不会再劝你了。娘娘，哎呀，小格格，你自己带。娘娘，你别。二嬷，她已经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了，更不珍惜这个王府。你为什么还要替她去珍惜呢？难道你也像佳佳那样，活着的时候对她好，却落不着一个好字？死了还要看着她伤心吗？我不要这样，我不要这样。那你就振作起来，好好照顾小格格，好好照顾这个家，这才是报答佳佳最好的方式，也不会辜负她，爱了你一场，还为你生下了小格格。